呢啲年嚟，盧雲一直都深刻咁影響住我嘅生命。佢係我敬愛敬仰嘅靈性導師。讀盧雲嘅書真係有種相逢恨晚嘅感覺。喺盧雲眾多嘅著作當中，我最鍾意嘅著作之一就係《心靈愛語》。佢既係獨白，亦都係對話，係盧雲內心嘅獨白，亦都係盧雲同神同我哋嘅對話。等我哋一齊向主耶穌基督敞開我哋嘅心。盧雲原籍荷蘭，係當代著名嘅靈修大師。佢嘅著作啟發咗無數人嘅心靈。心靈愛語係伴你由痛苦走向自由嘅過程。其實心靈愛語唔係治療抑鬱症嘅專書，佢只係一次真誠嘅探索，始於風浪，止於安寧，始於絕望，止於盼望。呢本書幫助人更深刻咁認識自己，心靈得到釋懷。嗰啲對外部世界嘅不安、害怕被拒絕嘅恐懼、唔敢愛嘅躊躇，嗰啲自我嘅否定，邊一樣唔係捆綁住我哋呢？如果我哋冇按照神嘅設計去生活，我哋嘅心裏面都係雜亂無章嘅。佢哋糾結埋一齊，衍生出各樣嘅難阻同埋痛苦，堵塞住我哋嘅生命，去唔到我哋應該有去嘅身量，亦都有冇辦法重回嘅健康。光明同黑暗，希望同絕望，愛同恐懼，其實係好近。要知道心靈嘅自由，往往都要通過好激烈嘅屬靈爭戰先至可以獲得。馬可福音10章45節咁樣講：因為人子來，並不是要受人嘅服侍，乃係要服侍人，並且要捨命作多人嘅贖價。一個被譽為最聰明嘅學生，喺頂尖嘅學府裏面任教，最後係喺服侍智障嘅人士當中揾到返去屋企嘅感覺，簡直係不可思議。當中又隱藏住啲咩奧秘呢？我哋嘅基石係我係神嘅兒女，天父對我嘅愛係永遠都唔會改變。我哋係以神兒女嘅身份被差派去到世界當中，你要接受你嘅身份，亦都要守住你嘅身份。呢個身份幫助你喺患難當中返去耶穌基督嘅懷抱。盧雲建議你可以承認自己嘅軟弱無能，全然咁接受耶穌基督嘅醫治，心靈得到釋放。人際關係往往都好影響基督徒嘅靈命。你係咪成日都喺心裏面吶喊？點解我付出咗愛又冇得到相應嘅回報呢？盧雲都曾經咁樣好痛苦咁吶喊過。佢每一次付出之後得唔到想得到嘅回報，都會感覺到好失望。可能係因為你仲未發現自己係被無條件咁俾神愛住，係被無條件咁接納。當你認識到呢一個論點嘅時候，你先至可以不求回報咁去付出。你唔需要再處處為自己張羅嗰種安全感，可以完完全全將自己豁出去服侍其他人。而呢個催化劑就係信心，信心就係無條件接受自己被神所愛嘅燃料。渴望被完全接納係好危險嘅事，因為你會俾嗰個人帶走咗你，迷失咗你自己。但係神係信實噶，佢忠於自己嘅應許。喺你離世之前，你終歸係唔會等到你所盼望嘅嘢。好似亞伯拉罕喺佢離世之前，都睇唔到佢多如海沙嘅後裔。但係神會填滿你嘅內心，滿足你最深嘅渴望。除咗神嘅應許，其實冇乜嘢係值得堅持噶。當你唔再擁有一切嘅時候，
喺信靠神當中緊緊抓住佢嘅應許啦。你嘅信心係會醫治你，你生而有嘅神性令到你知曉神嘅心意、神嘅道路同神嘅愛，但係你嘅人性就將一切都割裂開嚟。你嘅呼召正正就係重新將人性同神性合而為一嘅部分。你唔再轉向嗰啲你認為覺得可以滿足你嘅人呼求，由向外嘅呼求吶喊，回轉返向內嘅吶喊，回歸返去神嘅懷抱咯。喺嗰度有你需要有嘅答案。你仲有一個好重大嘅任務，就係要明確自我。只有咁樣，你先能夠將你嘅需要限定喺合理嘅範圍之內，並且喺你愛嘅人面前都守住嗰啲界限。真正成熟嘅愛，你係要容許雙方都擁有一個完整嘅自己，喺為對方付出嘅時候，仍然能夠保持完整嘅自我。嗰啲拒絕你嘅人，你總係好在乎佢哋嘅聲音，想聽下佢哋都講緊啲乜嘢，但其實佢哋壓根兒就冇提起過你。佢哋只係承認自己未能夠滿足你嘅需求同願望，你嘅需要嘅嘢，佢哋係冇辦法畀到你。你要將呢個抽身當作係一個信號，一個重要嘅信號，係一個你重返耶穌嘅懷抱，一個心靈嘅家園，覓得真正嘅愛嘅呼召嘅信號。你要學識去體諒其他人嘅極限。盧雲建議你要直視面對你嘅痛苦，先至可以剝奪佢對你嘅掌控權。究竟人最深嘅痛苦係啲咩呢？其實佢就係一處虛空。佢係你最需要，但係又得唔到滿足嘅經歷。要返到去嗰度非常之艱難。你唔單止要面對自己嘅創傷，仲有嗰啲冇辦法治癒嘅無奈。你係幾咁害怕嗰個地方，要將佢看作為死蔭嘅幽谷。你可以讓自己成為一個有故事嘅人。你有兩種方法去分享你嘅故事。一種就係難以控制，迫不及待咁揾人傾訴。你覺得你當前嘅苦楚都係經歷嘅結果。另一種方法就係你可以分享自己嘅故事，但係唔再俾佢轄制。以而家嘅生活角度去睇，隔住一個距離去望住過去嘅經歷，佢唔再陰陰森森咁逼視住你，亦都失去咗嗰份沉重，反而成就咗神喺你身上面嘅旨意，令到你對其他人有更多嘅同情同埋理解。當你唔再受到過去創傷所羈絆，全部嘅你同完備嘅神能夠和睦共處。當你揾到嗰個合一，你就真正嘅自由啦。今日嘅心靈愛語嘅分享就嚟到呢度，多謝各位收聽，再見。